哈利路亚，弟兄姐妹，不论你现在是在线上或在实体，我们要一起来经历祷告的大能。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主。当我们赞美的时候，喜乐就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说，上主啊，你洞察我，你认识我，我的一举一动你都知道。从遥远地方你也晓得我的心思，我工作或休息你都看见。你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我没有开口，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你前后左右环绕着我，你用你的能力庇护我。你对我的认识高深莫测，不是我所能理解的。约伯在患难当中，他知道神仍然是与他同在，神仍然也是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现在一起开口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哈利路亚，主啊，你是坐在宝座上的主。当我们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被你打开。无论我们是在什么情况当中，主啊，当我们赞美的时候，我们的心就要开，我们的喜乐能，主啊，让你的喜乐流到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你是我们的主。当我们再一次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你的大能。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的赞美，真的成为馨香火祭，献在神你的面前。哈利路亚！我们从头一起来说。来充满我，
的神。我们要一起来读诗篇139篇7到19，我们一起来说：我往哪里去才能躲开你呢？我到哪里去才能逃避你呢？我上了天，你一定在那里；我潜伏阴间，你也在那里。我纵使飞往日出的东方，或住在西方的海极，你一定在那里带领我，你会在那里帮助我。我们看到诗篇139篇，诗人他真实经历到这位上帝，所以他发出这样的祷告，是他认为在每一个地方神都能够来带领他，不论他在什么样的境况中。然而我们今天这个礼拜我们读到的约伯记却说什么？却说我怎么找我都找不到上帝，我怎么看也看不到他在哪里。但是约伯很特别的是，他仍然相信这位上帝知道他，所以他在他的苦难中，他不是想要跟他的朋友争辩，而是他想要遇见这位上帝，他渴慕遇见，他觉得他现在好像不会遇见上帝，他觉得他现在好像被抛弃，但是他心里面又有一个很挣扎的笃定，是他相信上帝知道他，他相信，而且他发出这样的祷告说：如果我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会去跟随他的脚步。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中，真的我们还是能够感恩，因为不管我们好我们不好，不管我们正在一个苦难中，不管我们怎么找都找不到方法，但是我们的内心也好像约伯一样，有一个笃定，是我知道上帝知道我。为此我们要献上感恩，感恩这位不论我们到哪里，其实他都在的上帝，他看顾我们，他带领我们。我们在这个礼拜怎么经历上你的恩典？不论我们在线上，我们在现场，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就开口来献上我们的感恩吧，我们就开口来献上我们的祷告吧，因为这位上帝都知道，他知道你，他认识你。我们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谢谢你的恩赐，谢谢你让我们下次让我们所有的敬拜你，主啊，希望是当我们越祷告越经历，就越感受到你的浩瀚，爱经历呢是你在适当可的称赞，主啊，在高手的爱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主啊，你是伟大的照顾，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主使我们的灵能够来敬拜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感谢，我们要向你赞美，因为主你是认识我们的主。主啊，你的认识不只是知识上的认识，而是生命上的认识，是经历上的认识，更是在今天我们线上祷告的时候，主啊，我们也开始认识这位认识我们的神。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谢谢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不论我今天是在快乐还是在难过，主啊，谢谢你让我透过祷告会，让我透过来到你的面前，我知道有一位主，他仍然与我同在。我好像觉得我没有找到，我好像觉得我没有听见，但我们真实知道主你一直都在，所以我们的心能够改变，所以我们的嘴能够感恩，因为我们知道这位一直都在的主，你是不管我们到哪里去，就像诗人的经历所说的，仍然能够找到我们，带领我们来经历的主。也像约伯所说的，我们自己用自己的方式，好像我们没办法找到，我们用人的方法，好像我们受到限制，但我心里仍有笃定，你知道我的一切。愿我的生命能够经历到认识你，我就要起来快跑跟随你，我就知道我为什么受苦。主，谢谢你，你的恩典是大的，是多的，是人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方法就能够想象得到，却是真实带领我们的生命，即使在那高处，在那低处，
都感受得到那不能隔绝的爱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可以勇敢站立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一起再来说，我们一起要再来更多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我们从这边，我们一起来欢呼我们的神。要欢呼，一遍一遍不停来欢呼，直到夜里各地城墙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的应许都完全成就。再一起来说，所以我们要欢呼，我们要欢呼，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耶利哥的城墙来倒塌。一遍遍倒塌，所以我要相信，一遍一遍不停来宣告，直到每个大能应许都完全成就。是的，主啊，谢谢你，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真的能够靠着神的旨意，然后让我们在刚强站立。主啊，你使我们能够站立在敌人面前。当我们无力的时候，当我们如约伯遇上困难的时候，还好有你成为我们的安慰，擦干我们的眼泪。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无法再一人面对，还好有你安慰，温柔为我擦泪。我发现我多么疲惫，在接受你的恩典之前，怎么配得你的宝血？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们再唱一次耶稣那里。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再次来说，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们不久前才经历这个复活节，复活节象征耶稣死而复活，而且也是真实在2000多年前死而复活，让我们经历到，即使人在黑暗当中，就像诗篇139篇11到14节所说的。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我可以要求黑暗遮蔽我，或要求周围的亮光变成黑暗。但对你来说，黑暗不算黑暗，黑夜跟白昼一样光亮，黑暗和光明都是一样。我的五脏六腑是你所造，在母腹中你把我凑合起来。我颂赞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为奇妙非凡，我心里深深领会。我心里深深领会，知道我受造奇妙可畏。当我们在读约伯，特别用诗篇139篇来对照我们在礼拜一读的约伯记23章，我们会发现有好多很类似的地方，不过方向不太一样。一个是他经历了许多上帝的作为之后，他献上祷告，而约伯记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的是他正在经历，他正在那个经历中向上帝祷告。在这段经文里面说到一段很经典的话，说纵使黑暗弄瞎了我的眼睛，那使我惧怕的是上帝，不是黑暗。我们害怕的是上帝，我们敬畏的是上帝，还是黑暗？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很多时候我们在苦难当中，可能到后来我们之后也会读到约伯到底有没有得罪上帝？其实答案是的。为什么他得罪上帝？因为在苦难当中，人其实都会被黑暗蒙蔽。然而上帝却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他，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正要惧怕的，我们真正要敬畏的是谁。因为在他来看，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在黑暗中他仍然看得见，然而人在黑暗中却是看不见。所以我们要来向神认罪，我们要向神求赦免，我们要恢复与他的关系，不再用我们的黑暗来改变，来隔绝我们跟神的关系。恳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转向他，我们即使在那苦难当中，在他看来都是一样，他是那个有能力能带你跟我走出黑暗的主。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你来看，光明跟黑暗都是一样。主啊，但我们真的是受限于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看见，特别我们在那黑暗当中，甚至我们因着那黑暗所带来的恐惧，我们害怕，我们挑战，我们甚至挑衅主我们原来对你的相信。主啊，恳求主你赦免我们，饶恕我们，使我们转向你，让我们不是怕这个世界，而是要敬畏你。主啊，让我们不是怕我们所遭遇到的患难苦难，而是我们要害怕我们与你无份，我们与你无关。主啊，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已经将那永生的道路指示给我们，教导我们走那死而复活的道路。我们就不在自己的意里面来行，我们就不在自己以为的里面来行，而是我们要转向你，我们要投靠你。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向你献上赞美，我们要向你献上感谢，因为你是从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改变的神，因为你是在患难当中，你是在那高处低处，在那丰盛当中也没有动摇的神。主啊，你是看光明和黑暗都是一样的神。所以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真实要承认，我们很多时候被黑暗蒙蔽，被黑暗辖制，甚至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真实无能为力，然后我们的心好像就以为黑暗才是我们的主。主啊，我们要恳求主你帮助我们，饶恕我们，甚至带领我们来看见。主啊，就像诗篇139篇说的，在你来看，黑暗跟光明都是一样。
主啊，你鉴察万事，你鉴察人的心，你鉴察此时此刻我们心里面的苦情。主，我们要将这样的一个需要交托到你的面前，而不是不相信你能够改变，能够医治，能够复合。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除掉我们当中那不信的心，除掉我们当中那一个疲惫、被苦难所辖制，以至于我们看不见原来恩典就在这当中。主啊，恳求主你帮助我们从约伯记，从你的话语当中来看见今天你对我们说的话。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时刻，就来祷告吧，就来到你的面前祷告吧。因为主你在祷告中也回答了我们的祷告，主你在祷告中也提醒了我们的祷告，你在祷告中也提升我们的祷告。主，所以我们更要来祷告。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使我们转向的生命要过得更丰盛，使我们转向的生命有不同的光景，能够跨越现在的黑暗。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再一次用这个诗歌向主诉说我们的心里面的祷告。我再次来到你面前，我不想再被世界追寻寻觅觅，多累，最后还是无解。你说我是多么尊贵，我生命已被你赎回，承受你的恩典，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我呼喊你，高举你名，没有人像你能如此触摸我的心。耶稣，我需要你每天更加靠近你的心意，将我抱紧。如果不是有你，我又会在哪里？你定恒的双手使我勇敢站立。是的，主啊，若不是你，我现在会是在哪里呢？主要让我们在今天的祷告当中，再次的与神更深的面对面。主要当我们在读约伯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就像是我们的生命一般，当我们在黑暗中，当我们在困苦中时，当我们经历赞美、感恩，甚至到认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明白神你对我们的心意。主啊，谢谢你总是把我们抱在你的怀中，谢谢你成为我们的救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因着神儿女的身份来向主你祷告。主啊，愿我们今晚的祷告成为馨香活祭，献到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真的是能够讨神喜悦的生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请坐，我们要继续来到主的面前祷告。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你这个礼拜好吗？大家？我们这个礼拜来到了一半的时间，来到礼拜3，我们要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祷告，因为神的话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5章1到4节。我们信心坚强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求满足自己。我们每人要为其他信徒的益处着想，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我每天都有听迦南之声，我每天都有自己的灵修生活。什么原因我需要来参加祷告会？我需要跟大家一起来祷告，因为在这里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祷告不只是满足自己，而是为了每一个弟兄姐妹的益处。所以我们在这里一起祷告会，我们在这里一起彼此来祷告，我们为的是要建立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也是当中那软弱的人，或者是我们是那当中坚强的人，为的是要一起祷告，经历从上帝来信心的生活。所以我们要来为我们继续来读耶稣他先做了示范，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段经文。因为基督并不求满足自己，倒是像圣经所说，辱骂你的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借着忍耐和圣经所给予的鼓励，获得希望。新生活不求满足自己，而耶稣基督先做了示范，是要我们的生命能够结出那忍耐的果子，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因着上帝的话语被鼓励，得到希望。我们这个时候就要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包括我们自己也是在这个群体当中。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依靠神的信心与意志，特别是在那个患难的时候，也让我们领受上帝医治的大能，让我们不论是身体、心灵或是我们的环境，都因着我们愿意转向神，我们一起来经历医治的大能，为我们弟兄姐妹互相扶持，彼此包容，也为我们今天在祷告中许多的人的生命要因着你的祷告得到释放跟自由。我们一起开口，我们要来为我们的肢体的身心灵来祷告。相信你的主啊，在这个群体当中的弟兄姐妹，主啊，一起来经历不论是身体心灵上的医治。主啊，你在这个时候使用我们的生命，主啊，让我们来转向，让我们来经历主啊，在你祷告当中的福分。主啊，是因为我们在这祷告中更认识你，所以我们知道主啊，祷告与你连结，就好像是在领受那祝福的管道。我们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主啊，你的儿女们就要一同来经历属于你的医治，就要在你的里面被保守，在你的里面被提升，更是在你的里面被提醒。谢谢你预备我们与你一起走在这个道路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信实公义的阿爸父，谢谢你，谢谢主耶稣基督，你爱我们。主啊，我们要承认我们不够爱你，因为你这样子爱我们，我们却没有按照你的样式去爱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主，他们现在有的在患难当中，有的在病痛当中，在癌症的痛苦当中，在经济来源受到来源限制的当中，亲子关系受到迫害当中。主啊，我们没有感受到，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主，求你的爱在我们当中。当我们听到弟兄姊妹在苦难当中，求你帮助我们，像学习像主耶稣基督你的样式，像问彼得所说的：“你爱我吗？”主，我们爱你，
但我们爱的不够。主，求你更深更深的让我们感受到你的爱，我们这样子才能去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主啊，我们常常用论断的心，用批评的心去指责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姊妹。我们不像你，我们不像你这样的宽容忍耐。主啊，求你医治我们的心。主啊，唯有我们的心被医治了，我们才能够去按照你的样式去爱我们的弟兄，爱我们的姐妹。主，我们信心也不够，我们常常放大我们自己的困难，却忘记了最大的力量来自于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像门徒在与你在那条风雨中的小船一样，明明知道主耶稣基督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却仍旧害怕，我们却仍旧不信。主啊，求你赐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借着每一次能够走一小步，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能够生出我们的信心。因为你说患难生出信心，信心生出忍耐，忍耐就能够老练，老练就不致失去盼望。主啊，求你给我们从你来的信心盼望。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主耶稣基督，你让我们感受到你与我们同在。主，我特别感受到，主，你要我为弟兄姊妹的家庭的亲子关系来祷告。主，不论是实体，不论是线上的弟兄姊妹，我知道有些人，你们的儿女似乎远离了神，你们似乎与他没有办法沟通，一沟通就是在吵架争吵。主，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这些从仇敌来的干扰捆绑都要从家庭中被释放。主，我有你的爱，你的爱里面没有惧怕。主啊，求你帮助我的弟兄姊妹，用爱去等待我们的孩子们回转归向你，如同你等待我们回转归向你一样。主啊，求你的医治临到我们的家中。谢谢主耶稣基督，谢谢主耶稣基督先爱了我们，帮助了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要继续来祷告，带着从耶稣基督的代价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恩典，我们要继续来祷告。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我们要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在诗篇85篇6到9节。求你使我们再强盛起来，作为你的子民，我们要颂赞你。上主啊，向我们显示你不变的爱，求你拯救我们。我请听主上帝所说的话。如果我们不再走愚昧的道路，他将赐平安给他自己的子民，他必定拯救敬畏他的人。他的荣耀将充满我们的国土。这是一段为国家祷告的祷告文。求主帮助我们再强盛起来，也就是过去我们有强盛过，如今我们可能在一个软弱，在一个需要的时刻，但是在这里，诗人他真实经历到，他说他要赐平安给他的百姓。当我们不再走自己愚昧的道路的时候，但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走的是有智慧的道路，还是愚昧的道路呢？当然，我们就要来认识不会改变的真理。所以，我们要为国家来祷告，为美中台，其实应该说整个世界的政治关系不断的一直在变化，我们想都没有想到的连结都出现了。我们这是要求神来帮助。在我们当中，特别台湾这个土地、这地方的人民安全，让我们同心合一。甚至在面对物价高涨、民生用品短缺的时候，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国家，不论是在内阁的团队，甚至一般老百姓的生活，都能够行公义、好怜悯，与神同行，心存谦卑，更是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是一起在福音的道路上面，祝福人的生命要灵魂苏醒，要认识真理，叫我们得着真实的自由。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可以来为国家祷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主你
知道台湾在此时此刻所面对到的挑战、危机，可能是过去都没有想象到，但如今却是真实的在我们的眼前。主啊，我们恳求主你公义的手、怜悯的手，主啊，你那掌权的手来保守、来带领台湾，要走出属于主你的道路。主恳求主你真是持续来带领，也为台湾在内政方面的许多需要，求主你来预备补足，更是带领我们知道怎么样走一条公义的道路，不只是满足自己，更是使人的生命也得着益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愿你的心意是要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同行。主啊，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谢谢你将我们摆在台湾，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做你的儿女。主啊，虽然幽暗遮蔽大地，但是主啊，你说要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主，我们看见你的光照耀在你的儿女身上，我们看见这块土地，台湾这块土地是因着你的心意蒙福的。主啊，主啊，不只是蒙福，你对我们有一个命定。主啊，我们不但是曾经输出许多科技的国家、半导体的国家，主啊，我们也要成为输出复兴的国家。主啊，我们要宣告你的复兴就在门口了，就要发生在这块土地上面，就要发生在每一个城市，你的儿女呼喊你的地方，就要发生在迦南教会。主，我们要说你的作为无人能够阻挡。主啊，我们要说你所开的门无人能够关闭，并且主啊，你要使用台湾成为一个蒙福的器皿。谢谢你把我们摆在这边。主啊，是的主，若你名下的子民悔改，主啊，离开他们的恶行，主啊，你就要看到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我们要看到主啊，你赦免我们的罪；我们要看到主啊，你医治我们的土地。主啊，我们要看见这块土地恢复它的生产。主啊，我们要看到这地的政治，主啊，恢复它的清明。主啊，我们要看到这块土地，主啊，有许多的主啊蒙福的事情临到这一边。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来祷告。主啊，因为我们的国家唯有在你的命定当中，主啊，才是蒙福的。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我们也要透过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我们就是教会，我们这个信仰群体就是教会。我们要一起为教会来祷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12章14跟28节。要努力跟人和睦，过圣洁的生活。没有圣洁的生活，就没有人能见到主。所以我们要为承受了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感恩。我们要按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他。我们要为我们所承受是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感恩。国家可能会改变，环境可能会改变，政治会改变，经济会改变，可能连生活习惯都会改变。然而我们却承受那不能震动的国度，也是那永远不会改变、永恒的国度。所以我们要来祷告，因为教会就是那不能震动的国度，教会就是那神做事在其中所建造不能震动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透过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来经历那不能震动的根基，来建立起来的。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祷告，为我们一起来在听迦南之声单独会主的这个过程领受神话语，真实的去做去实践，让我们来经历。也为如同我们刚刚我们的维宣执事所祷告，我们要为家庭要建立亲子关系，是在上帝的话语这不会改变的根基上，我们就会发现亲子关系的冲突因着有同样
的主权，有同样的权柄，而有很多的改变。我们也为4月开始幼儿亲子礼拜、母亲节、儿童主日，应该这个是即将要经历的7月礼拜的更新。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的礼拜开始改变的时候，我们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亲子、家长都一起参与在这其中。我们一起来建造教会，不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年龄层，不论我们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也为各牧区小组的牧养，真的是有从上帝来的眼光、方法、策略，也为我们在社区许多的活动，或是青年在暑假会有的营会，以及在5月即将开始，特别是给即将要毕业、进入下一个阶段，不论是社青或是学青，都可以来参与的讲座。我们要为这几件事来祷告。在这些事工里面，其实更多是生命的关怀，是生命的建造，也是生命的翻转。所以我们要为教会，要为这个信仰群体开口来祷告。我们要经历更新，经历复兴，我们的生命要在里面被唤醒。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为教会来祷告。教会是主你所建造，是你所设立，更是主你所带领，要突破改变，成为影响力的中心。主啊，因为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将一切的恩典，你将一切的创意，一切所需要的尽加给我们。主啊，让我们来发现在你里面那数说不尽的恩典。主啊，让我们更多的透过我们回应，主啊，在这些大家愿意一起来发展，愿意一起来建造的事上，一起建造的生命上面，使人的生命得着益处，使人的生命来经历，主啊，那永远不能震动的国度，就是耶稣基督你死里复活的根基，建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建造在教会的群体当中。我们感谢赞美你。亲爱的上帝，主啊，谢谢你让迦南教会成为桃园的祝福。主啊，你让迦南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基地。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有迦南之声。主啊，我们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在每天能够认识你的话，能够得着你的话语。主啊，我们谢谢你透过家庭祭坛能够来修复我们的家庭关系。主啊，我们也要谢谢你，让迦南教会能够在更多的改变，更多不断的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我们透过不管是营会，不管是讲座，我们透过更多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我们也要为着教会，不管是小组长、牧师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兴起他们，能够让我们有信仰前辈能够一起来带领我们，能够更跟随主你的道路。主啊，你也是那道路真理。主啊，你让我们在这个混乱的时代当中，主啊，你是我们的根基。主啊，我们也要来跟随你，我们要让更多人能够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让迦南教会能够有这么多的事情，能够来让大家来认识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再用这首诗歌，我们要来回应神，因为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生命得着喜乐的。阿们吗？阿们。让我们一起来说：喜乐河流，喜乐河流来充满我，用尽泉源来浇灌我，有你同行，不再惧怕，无论何处，紧紧跟随。我们一起走入神的喜乐当中。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在一起，我要 walk in the river， 我要 jump in the river， 我要 dance in the river of joy。
跳跃，我们可以跳舞，是主你的恩典，是你创造那奇妙可畏之处。你让我们的生命有这口气息，让我们可以用各样的方式来回应你的恩典，让我们不论在我们的顺境、在逆境的时候，我们仍然有能够起来赞美的能力，我们仍然有能够起来祷告的能力。我们只要愿意，我们就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来经历你丰盛的恩典，好像我们在进入那个河流，我们感受到那个温度，我们感受到那个深度，我们感受到那水正在流动，我们感受到我们的生命是在主你恩典的水流当中。主，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愿意来祷告，当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也乐意将你那丰盛的应许就赏赐在我们当中。愿阿爸天父永恒的慈爱，主啊，那不改变的国度，不被震动也不能震动的国度，透过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大能，让每一个愿意相信你的人，就在圣灵的水流当中，我们一起来经历，然后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在祷告中，我们又持续来经历你的恩典，永远数算不尽。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请坐，我们今天祷告会都到这里。